Hello， 多位朋友網友大家好，歡迎再次翻嚟呢個頻道欣賞我今日嘅呢條影片，講呢一部咧 The Back Rooms 後室啦。相信好多朋友都應該睇咗㗎啦。歡迎咧就聽完我嘅我自己嘅一個所謂個人分析同埋觀後感之後咧，我哋一齊喺呢個頻道度咧可以互相交流下睇完嘅觀後感啦。咁如果未睇嘅朋友仔咧，歡迎聽下我咧就講呢一部電影啦，因為咧值得講。最初未入場睇啦，未睇呢個電影之前咧，其實睇咗真係老實講唔少啊一啲網上 YouTuber 嘅解說，咁啲解說咧，其實咧我聽完都係一頭霧水，不過咧就話俾你聽，原來咧呢個所謂Backrooms 咧後室咧，佢係有好多所謂前傳咧，就係啲 YouTube 片嚟嘅。你有興趣係可以 YouTube 揾到嘅，因為咧佢都係咧圍繞住呢個咧所謂咧黃冚冚嘅一個咧，哇空溜溜，但係其實空溜溜之餘咧有好多好奇怪嘅一啲嘅家具啊，一啲嘅設備啊，喺啲唔同嘅黃色嘅房嘅空間裏邊擺咗喺度。原來咧呢位導演仔又係好年輕嘅導演嚟嘅噃。嗰陣時候咧自己咧就匿喺屋企度咧就自己去創作去做呢啲短片。係背後有啲故事嘅。如果有興趣睇一個連貫性嘅話咧，就可以建議咧喺 YouTube 揾翻呢一啲短片睇，但係我冇做到，因為咧亦一來多啦個量，二嚟咧就係我都係想直接欣賞呢部電影。好多時候咧睇啲電影咧，我都盡量可能咧唔好太多包袱啦。除咗睇啲超級英雄電影啊 Marvel 之外，呢啲包袱好沉重嘅，好多嘢好似話齋你唔睇翻之前，你又唔知佢發展啦，人物你又唔知啦。但係睇呢啲普通基本電影嚟講咧，盡可能我想冇包袱之下欣賞，同埋我心態就係話，如果你冇呢啲包袱，冇呢啲即係所謂呢啲佢周邊嘅東西你都唔理嘅話，而入場睇完之後你都覺得好睇嘅話咧，呢部電影就出色㗎啦。咁呢一部咧絕對就係表者，我覺得咧雖然縱然我聽咗唔少 YouTuber 分享啦，但我都聽到一頭霧水嘅時候，就咁睇落去，我投去佢裏邊拍攝出嚟嘅呢個黃冚冚嘅一個 backroom 世界裏邊咧，其實我都睇得好，我覺得係好津津樂道喎，真係咧好吸引嘅一件事。咁首先要俾到個感覺我咩咧？最初嘅感覺就係一部咧經典嘅好陳年舊史嘅作品，叫1999年嘅死亡習作啊 The Blair Witch Project。 我講個名大家都未必係記得啦 Blair Witch Project 死亡習作，我仲印象好深刻㗎。當日戲院睇嘅時候咧，哇搖到你咧，成部戲都係攞住個鏡頭，嗰陣時係好突破㗎，係好新鮮嘅一件事，因為成部戲都係咧 handheld 一個鏡頭，即係一部 DV 仔嘅形式咧去拍晒成部戲。裏邊有好多畫面係故弄玄虛啦、驚慄啦咁樣。嗰陣時候咧談論度高，就係因為咧啲人話睇到你咧真係作嘔嘅。但係咧又非常之大賣，就可能因為個主題夠新鮮啦後期拍咗第二集咧就做翻一個正常嘅拍攝手法啦，唔再 handheld 啦。我覺得係工整嘅驚慄片啦。但係咧呢一部死亡習作咧的而且確咧係我諗即係好多人都談論啦，同埋咧亦都係好多人係歷歷在目嘅，係咪一個體驗？呢一部後室咧係有呢一個體驗喺度㗎噃，因為佢都有部分嘅鏡頭咧係 handheld 嘅。好彩就係話佢唔係成部戲都係 handheld 啦，亦都唔係話佔大部分啦，但係都有好多場面咧係見到 handheld。呢個 handheld 嘅效果咧，我覺得滿足到頭先我講嘅嗰份驚慄嘅感覺啦即係搖下搖下咁樣咧，特別驚嘅，同埋咧你會覺得咧自己咧好似置身喺咧裏邊咧揸住鏡頭嗰個咧，用你嘅第一視線 POV 咧去探索，而你探索嘅環境咧的而且確個場面咧黃冚冚嘅一個空溜溜環境當中，有一啲好奇怪嘅家具嘅時候咧，係有一種咧不寒而慄嘅感覺。呢個正正係導演講嘅，就係話咧佢覺得咧呢一種黃色嘅一個後室嘅感覺咧，其實正正係俾到大家一種好不安嘅情緒，一種咧可能係對一啲未知啦、不安感好強烈啦唔知會有咩嘢發生啦呢個感覺咧，我喺度睇咧都係有呢個感覺喺度嘅，醖釀中嘅好啦。除此之外咧，另一個感覺咧好唔同噶啦。一部咧港產片就有啲似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 簡稱紅 van 啦呢部戲咧就點解我覺得會似咧？因為呢一部作品咧，其實咧我記得當年咧係一部網上嘅一個連載嚟嘅，一個好年輕嘅叫 Pizza。而家 Pizza 咧犀利啦 ，Pizza 仔咧而家咧都要喺電影界發展啦。最近咧就拍呢個再見 UFO 咧，就佢咧就負責做編劇嘅Pizza 咧當年咧就
純粹係一個網絡嘅小説。咁佢寫嘅原因就因為佢自己正係成日經常咧話要搭呢個紅 van 嘅，由旺角去大埔，因為住大埔嘛，咁所以咧可能日日都重複又重複咁去搭啦。呢個好重要啊，重複又重複啊，大家記住先。咁佢因為咧當年咧 pizza 咧重複又重複去做嘅時候咧，佢咧當然就會咧大家都係噶啦，我就會開始咧根據我呢個循環不息嘅重複咧，會諗下裏邊當中有啲咩嘢可以發生咧？呢個就係我哋人類咧基本有嘅想像力啦嚇，從悶嘅重複嘅當中咧去諗下裏邊有啲乜嘢可以發生，然之後咧佢諗到咧好多好奇怪嘅嘢發生到，咁我哋睇紅 van 就知噶啦。嗱，紅 van 咧網絡小説就 complete 咗噶啦，有 ending 噶啦，但係咧如果你係有睇陳果部電影咧，就好不幸地咧即係拍咗一部之後咧係唔完嘅，冇 ending 嘅，因為點解咧？佢當其時候咧講緊一個集資啊，嗰個錢係唔夠嘅時候咧，佢咧就渴望陳果就係話咧拍完呢一部，只要大賣，大家中意嘅話咧，就希望可以籌集到一啲嘅資金，或者有投資者咧願意咧撥款，咁佢就可以拍下一集去 complete 翻阿 Pizza 寫嘅呢個故事。可惜嘅就係大家知道今日咧講紅 van，大家都記得呢部係咩電影，但係就係冇尾嘅，拍唔到落去嘅，就因為咧。除咗陳果一啲即係佢自己嘅政治取態擺元素，可能唔吸引啲投資者啦，二嚟就係的而且確可能票房不利啊，唔係好理想。但係個故事係好吸引。咁我想講就係話，如果你係後者，即係淨係睇電影版咧，你就會覺得咧裏邊有好多成分喺度，好吸引嘅驚慄嘅成分。但係咧擺埋之後咧，你又唔知道到最後究竟導演或者創作人想講啲咩咧？好似冇尾嘅，係咪埋唔到尾啊？嚇，定還是仲諗緊啊？定還是有但係冇錢拍咧咁樣？咁當然啦，係最後一個 option 啦，就係話其實有嘅，不過冇拍落去咁解啦。好啦，呢個印象咧正擺咗落去咧，今次我想講嘅 Backrooms 後室裏邊，因為咧佢俾到我感覺一樣係嘅，好多嘢發生緊，令到你可以去聯想，甚至乎去到最後咧係似解緊謎㗎啦，但係到最後佢竟然係唔解俾你，咁啊 open 咗出嚟，咁 open 咗之後咧，大家就會諗緊會唔會拍下一集咧？如果有就最理想，因為始終我哋咧都係好想呢個係心理，即係一個正常人類心理狀態，就係話你好想一個 circle，即係 complete 咗完成咗一件事嘅。當你面對一啲嘢係唔完整嘅話咧，你咧就即係會囉囉攣啦，好想睇埋佢啦，又或者自己咧可能裏邊咧就會內在咧就係 complete 咗去諗一啲 ending 去包咗佢就算啦咁樣。咁我諗大家可能咧就要即係包咗佢先啦而家。咁嗱，頭先我講嘅紅 van 咧，佢裏邊擺好多好特別嘅元素，就係包括架車過咗隧道之後，竟然咧係變咗一個冇人嘅地方，係四野無人㗎噃。咁另外就係話擺咗啲滲咗啲所謂毒。即係嗰啲毒，可能有啲毒係蔓延緊呢個世界啊！咁變咗咧，啲人突然間會毒發嘅時候咧，會點咧？突然間會爛晒啊，肢體破裂啊，咁有啲奇怪嘅發生啦。另外再擺咗個元素就係有一班咧係日本嚟嘅人喎，咁啊仲要着住一啲咧防毒面具等等啦嚇，咁啊突然間時一時出現又唔知咩事咁樣嘅。好啦，當然有睇 Pizza 原作就知咩事啦。但係 anyway，如果你冇睇嘅話咧，或者當其時追緊個小説又好啦，你都會覺得哇好多好特別嘅元素係令到大家咧好多想像啦，同埋咧覺得咧好想知道發生咩事咧，但係咧擺埋一齊之後咧，你去到最後咧，你拆解唔到咧就好唔安樂啦。呢一個 Backrooms 都係嘅，去到最後你拆解唔到，佢擺咗好多嘢就係話咧呢一個密室呢個咁嘅後室咧裏邊咧，哇好多好特別嘅嘢咧，你睇落去咧。好似錯嘅啲嘢，即係咧好似人個樣咧又有幾層樣喺度，幾個 layers 啦嚇，眼又多幾隻啦嚇，咁啊啲家具又亂咁擺啦，有啲好似裝飾品咧就好似沉咗落去個地板裏邊咁樣啦嚇，好奇怪。但係呢啲畫面啲影像咧，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就係睇落去視覺效果上咧都好滿足嚇，我覺得咧係好佩服咧呢個想像力咁豐富嘅導演嚇，同埋一啲場面設計啦，當然咁啊擺埋。俾我感覺上就係話，即係佢都講埋出口啦，就係話咧點解會咁奇怪嘢發生喺呢一個 Backrooms 裏邊咧？就係因為咧呢個 Backrooms 本身自己似乎係有記憶嘅，佢會記得某啲嘢，然之後藉住佢嘅記憶咧，佢就會創作翻出嚟。但係奈何就係話咧，佢記憶係會錯，等於人類記憶都係會有錯漏噶嘛，係咪？你會記錯啲嘢噶嘛嚇，唔清唔楚噶嘛，所以咧出嚟效果就係話有啲嘢好像真你見過嘅，但係有部分裏邊有部分 element 咧，有部分嘅樣貌啦，或者佢哋嘅即係應該要擺嘅地方啦嚇，係錯地嘅喎。咁佢用嗰個好好嘅形容詞嘅，非常之好，就係話等於你描述緊俾一個從來未接觸過、未見過狗嘅人，同佢講狗係
點嘅樣㗎，係咩東西㗎咁樣。然之後描述咗俾佢知之後咧，你又想去畫出嚟喎。咁佢咧就純粹憑你嘅描述，但係冇見過狗㗎嘛，就畫啦，畫出嚟咧就變咗係會三不像啦，可能會有少少即係狗嘅形態，睇落去你講係狗咧就會似似地，但係有好多錯漏嘅咁嘅情況啦，用得非常之貼切㗎。咁結果咧喺戲裏邊嘅 back rooms 裏邊咧好多陳設啊，好多嘢啊，擺設啊，家具等等咧就出現咗呢個情況，尤其是啲人啦，跟住人咧就係變咗啲錯模樣咁樣啦。好啦，咁佢咧講個重點啊，就係話呢間房本身係有記憶。咁咧嗱，我先講講我自己嘅解讀先啦。我睇落去解讀咧，因為我知道咧佢裏邊咧其實咧個主線就係話呢個男主角啦，黑人嚟嘅咧，就因為自己嘅即係個狀態唔好啦嚇。咁啊，佢當然有一段唔係好好嘅婚姻啦，佢覺得自己好大壓力啦，係要為咗頭家去工作，係長時間工作，所以佢有一定嘅脾氣。咁呢個脾氣咧，當然咧就唔係我哋本身基本一個普通人正常嘅脾氣嚟嘅。佢蘊含住咧佢個底蘊咧，其實有一種心理嘅狀態不平衡，咁啊冇地方發泄，於是乎佢需要睇呢個心理醫生。咁心理醫生咧，佢就唔係同佢玩催眠，但係某程度上同佢講對話咧，有啲似我以前讀嘅咧弗洛伊德咁樣啦嚇，叫做 psychodynamics 啦嚇。從對話當中，希望咧就係話咧呢個即係本身嘅呢個病人咧，我哋咁形容佢啦，就希望咧藉此咧可以咧投入翻去以前發生嘅一啲嘅事故裏邊，然後當中咧可以幫自己揾到一啲 solution， 一啲解決嘅方法。嗱，講到 solution 解決嘅方法咧，又要講緊呢個 back rooms 啦。佢 back rooms 裏邊咧，佢開頭同結尾咧都有一段説話係形容得好好嘅，就係話咧我哋人生都係啦，係不斷咧係 loop 嘅循環不息。有啲似頭先我講啦嚇，阿 pizza 仔咧佢就每日咧都係要即係 loop 住啊，咁樣由旺角搭紅 van 翻大埔，咁每一個人都會咁噶啦。我哋嘅生活上咧都會好多嘢係重複又重複 loop 住去噶啦，行同一條路線，搭同一個交通工具，或者揸車揸同一條道路等等噶啦。咁啊，佢講緊嘅就係話我哋人生不斷 loop 住啦，其實咧都係不斷咧重複又重複某啲嘅事故，然之後我哋會咧再面對一啲同樣嘅問題，跟住就想揾出一啲啲解決嘅方法。咁啊，所以咧佢今次咧呢一個男主角呢黑人咧就透過咧去呢一個所謂類似 therapy 啦嚇，睇呢一個睇症啊，睇啲心理治療嘅時候咧，咁啊治療師幫佢解決呢個問題，但係當中你會發現治療師本身自己背後啊，都某程度上係有一啲嘅問題，佢冇寫得好透徹嘅，即係用一啲 flashback 一啲佢細個嘅時候同佢母親匿喺間屋裏邊嘅關係去形容佢本身嘅心理狀態都有啲問題㗎啦。亦即係話無論心理治療師定係呢一個被治療者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有啲心理上嘅陰影。咁啊透過 back room 數咧就可以咧反映出嚟。咁啊我自己睇嘅解讀就似乎係話咧，當你進入咗咧 back rooms 之後咧，其實咧 back room 所謂記憶咧係來自於當事人，即係話，如果假設你入去呢間房咧，個 back rooms 會開始可能去 retrieve 攞緊你嘅記憶，開始去記低你曾經面對過嘅一啲舊嘅記憶，而往往啲記憶咧應該對你嚟講係最重要、最深刻，或者係你生活上咧係聯繫得最多嘅東西。譬如男主角佢係做一個即係一個家私店嘅咧，咁佢當然佢工作地點就滿載住唔同嘅家私，所以佢入到去第一個環境都會見到好多嘅家私層層疊擺喺即係擺得好古怪啦，咁樣好另類咁啊！但係因為呢個就係佢咧最深刻嘅記憶啦，我相信咁，所以咧呢間房記低咗佢嘅記憶。咁之後咧就重塑出嚟，有啲似我哋咧聽完個人描述隻狗係咩樣，就試下畫隻狗出嚟。咁但係間房係可能從來冇見過呢個情景嘅，冇去過家私店嘅，所以佢透過呢個男主角黑人嘅記憶咧，重塑出嚟嘅畫面咧就會比較怪啲啦，嚇古怪怪咁樣啦。咁同樣地啦，去到呢個女主角呢個治療師咧，都入去呢個back room 嘅時候咧，你會見到某啲嘅房間咧，似乎咧都同佢以前嘅記憶咧係息息相關，係咧係好近似嘅。咁亦都係解釋緊啦。我相信就係話咧，每一個人可能對你影響最大、最深刻、碌得最多嘅、最重複嘅一個地方咁咧佢就會間房會記低咗佢，然之後重塑出嚟。係咪幫你解決啲問題咧？佢冇特別講，但係佢就係有呢個能力去做，甚至乎會出現一種咧你裏邊最大嘅心魔出嚟，去對付你添。咁呢一個咧。
我覺得係最有趣。咁啊，通常往往就係話咧，我哋 loop 得最多我哋嘅嘢咧，可能就會有啲問題，就係不斷重複又重複。我哋係需要去解決佢嘅。Backrooms 係咪真係幫你去透過重塑你嘅記憶，然之後幫你去解決你呢一個重複又重複嘅問題咧？呢一度冇仔細去講，因為去到最後就係話咧，出現咗好多奇怪嘢啦。連呢個黑人咧，佢個曾經喺現實生活中扮演過嘅一個海盜，相信亦都係佢最大陰影啦。因為我相信佢係唔想扮呢個海盜，但係佢又故意扮出嚟拍個 video，想幫自己間家私店去宣傳啊嘛。咁啊，結果又拍得唔好啦。咁呢個可能係呢個黑人最大嘅陰影咧，又出現埋喺佢嘅 backroom 度，甚至乎咧係要殺死埋呢一個黑人添咁樣啦。好啦，咁啊出現咗好多好奇怪嘅現象之後啦，去到最後以為你即係會解謎啦嚇。曾經有一段好少段嘅解謎就係話咧，呢個黑人同個治療師咧喺佢哋嘅 backroom 度咧去講解件事，發現裏邊啲嘢好古怪啊，成呢度都係好表面嘅解謎，始終解唔到究竟間房嘅意義係點咧？邊個 create 間房出嚟㗎嚇？係咪一啲外星人 UFO 啊？係咪有怪物㗎？真係冇講到。去到最後一場戲，你以為解釋啦嚇，出現咗一班類似科學家嘅人員啦嚇，咁啊叫所謂救咗呢一個女治療師啦。原來咧最大陰謀喺最後就係話，究竟女治療師講晒佢嘅遭遇嘅之後會有咩結果咧？呢個科學家同佢講，我都答唔到你嚇。咁啊，只不過咧，佢的而且確係透過而家呢個見面咧，佢係想問呢一個女治療師，你經歷過啲乜嘢？因為原來咧，相信咧呢一班科學團體咧已經喺呢一個 backrooms 咧工作咗一段長時間，佢見識過唔少嘅人曾經入過呢個 backrooms 度亦都有留下過唔少嘅痕跡啦，見過唔少嘅場面。然之後佢哋透過同呢啲人嘅對話，係佢或者係想再知多少少關於呢個 backrooms 嘅嘢，亦即係話咧 backrooms 其實背後仲有好多好奇怪嘅嘢係未揭發出嚟。咁但係好明顯，之前嘅所有人都已經唔知去咗邊，所以呢個女治療師都感覺上就係，如果我講晒我嘅遭遇俾你聽之後，我究竟會點咧？你會點對我咧？咁呢個咧科學家冇講俾你聽，咁呢個咧大家 feel 到咧都有一種不寒而慄嘅感覺㗎，即係似乎咧到最後都仲有一個好殘酷嘅ending，不過未必拍出嚟俾你睇咁解嘅啫。咁所以咧，到最後我感覺上咧都係講緊嗰句咧，其實人類係最可怕，因為人類到最後會 make a decision 咧，其實都係自私自利，都係為自己好，為自己利益着想嘅啫嚇。去到跟住每日嘅盡頭咧，到最後所做嘅嘢咧，都係為自己嚇，唔係為呢一個世界嘅。咁呢一班科學家明顯就係㗎啦，佢到最後都係想揭發出究竟 backrooms 係一個乜嘢嘅一個載體，佢會做啲咩 function 嘅咧咁樣。好啦，去到呢一度咧就似紅 van 啦，因為咧，擺咗咁多嘢落去之後啦，好多嘢好吸引、好過癮、好即係令到你咧好多聯想嘅，但係到最後佢係唔俾呢個 ending 你係 open 晒，甚至乎唔知會唔會有下集添，可能要你自己補完。咁呢一樣係最痛苦啦，我覺得嚇。咁但係咧，亦都相對地咧係表示呢一部戲咧係有 potential 再繼續拍落去，更加多啲經典嘅場面嘅。咁我唯一挑剔嘅就係話咧，呢部戲咧其實當中咧中間有好多位咧，其實咧節奏係比較慢啲咧，拍我覺得多得滯。尤其是咧黑人入咗去呢個 backrooms 幾次咧，佢嘅探險咧其實有啲位咧，我覺得係過長。不過可能咧導演覺得要咁樣拍法咧，先有個氣氛啦。咁的而且確係嘅，氣氛係好好嘅。一路睇落去咧，其實咧你都好期待睇落去發展。但係咧因為即係我先講嗰啲位咧，有時拉得太長啊。見到個黑人咧周圍走嘅時候咧，咁變咗咧雖然有氣氛，但係拉太長嘅時候咧，有啲位你都會覺得有啲厭悶嘅感覺咯，想去快啲推進咯。咁如果呢啲咧節奏去得快少少，可能會咧睇得咧開心啲，但係可能太快咧又會冇咗成個味道喺度。咁而家咧 keep 翻呢個節奏咧，可能個味道會濃郁啲。睇完之後你再回想翻咧，可能咧又會有更加多唔同嘅想法都未定。咁所以咧可能都唔錯嘅一部電影嚟嘅。我亦都係冇晒紙片嘅包袱啦，冇睇過之前嘅所謂 YouTube 片啦。咁就係單睇咧，我只有呢個感覺，有呢個解讀喺度啦。唔知會唔會即係中到 point 咧？又或者係咪你嘅想法咧？歡迎咧留言講俾我聽，你睇完之後你有咩觀後感啦？好嘛？歡迎咧喺個平台咧，我哋有互相交流嘅機會。中意嘅朋友俾我 like 支持留言之外咧，希望你會幫手 share 影片啦，同埋咧未訂閱 channel 朋友咧，希望 subscribe 頻道同埋攞浪鐘仔下條影片同大家再傾過其他話題啊！多謝你今日嘅收聽收看，拜拜。